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個棚戶倉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將佢同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比較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有個開放式廚房，有焗爐、星盤、雪櫃，呢度仲有個儲物櫃添。咁可以喺呢邊食飯啦。如果係客廳嘅話，一邊可以放電視機，一邊可以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喺度欣賞景色，對住個景觀係相當開揚嘅。呢邊就係東南位啦。我哋睇一睇個洗手間。有個鏡櫃啦，同埋一個旗杆。咁呢度有燙衫板、洗衣機，同埋放衣服嘅地方。好，呢度就係第一個房間啦。放咗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。對住景觀，亦都係相當開揚。咁我哋去睇睇主人套房，呢邊可以放個高身衣櫃啦，呢邊可以放個雙人床，前邊仲有個騎樓，可以欣賞景觀，對住個景觀都係相當開揚。